大家好啊！今日咧，同大家去睇翻一隻股票咧，就係2350咁啊，數科集團啦。咁但係留意到咧，其實今晚咧就有個通告出咗咧，就係關於一個供股嘅財期嘅。係啦，咁睇翻咧，其實咧呢度咧，佢今日啦，5月12號啦，就進行咗一個嘅供股嘅通告。咁我哋咧就可以入去望一望啦。咁啊睇到其實佢供股嘅日期咧，除權日期啊，同埋派發嘅日期啊，供股權嘅買賣日期啊，都公布晒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如果有留意開呢隻股票嘅朋友啦，咁都可以入去個通告入邊咧去望一望咁樣嘅。係啦，咁但係睇翻咧，其實呢隻股票咧前嗰幾日咧，咁你見到佢嗰個個股價咧，其實都係橫行緊啦，都冇乜特別嘅喐動啊。咁相信都係為咗呢個供股嘅，即係為咗呢個供股嘅安排咧，而去令到股價咧有咁嘅波幅啦。咁但係睇翻咧，其實佢之前咧都進行咗有幾個嘅財技事件嘅。咁啊，分別咧就係喺上年嘅年中嗰陣時咧，就做咗一個全購啦。咁就全購嗰個邀約價咧，可以留意翻係0.256。咁啊，稍後咧，其實佢之後都有一段嘅升幅嘅。咁啊，曾經咧都升到去接近咧係4.2啦。咁跟住之後咧就跌翻落嚟。咁但係咧就睇翻係12月，即係上年嘅年尾啦，咁啊做咗一個盤股，但係大家咧見到個股價咧，其實都係升唔起咁樣嘅。咁所以可以留意翻究竟今次嘅供股咧，可唔可以即係帶嚟一個嘅升勢啦，或者係一個移動咁樣啦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話真係本身有貨嘅，或者你冇貨嘅，咁都可以留意下呢隻股票咁樣啦。係啦，係啦，咁下次再同大家去分析下另外一啲嘅股票咁樣啦。好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